来看政治新闻，副总统萧美琴去年访问捷克时，伊所坐车和中国大使馆的人员塞车去弄掉。捷克国安局的人员证实讲，这是中国方面安排冲浪的计划，引起国际的关心。伊含过国民党立委廖先祥进前的节目中就讲，这敢若有淡薄仔落差，和外界人讲这失言。今日反共护台志工联盟开记者会甲谴责廖先祥讲无想要加讲啊。 同齐发声爱罢免替中国讲话立委，反共护台志工联盟召开记者会，检视进前伫副总统萧美琴拄到人群众骚扰的事件内底，闹出事件风波的国民党立委廖先祥。廖先祥居然对这起暗杀未遂事件说出有点逊这样子。 这不是幽默啊，这是羞辱啊！让我们确定蓝委是泯灭良心的一群人。至于廖先祥和国民党立委先怎无接表了代志的中国大使馆，颠倒要将问题指向捷克，到底是徛伫咧中国，或者是台湾这边？联盟嘛强调，目前31个罢免团体已经伫咧写联合声明，要求哪入杯三政党拢必须对事件有所回应，将做民众726投票的参考指标。每一次选举要到的时候。 总是有一些疑似出口转内销的奇怪新闻出现哦，大家都不太相信，所以我才揶揄哦。如果说这则新闻是真的话，那中共的能力也太差了吧？面对国民团体大动作召开记者会谴责，廖先祥无愿意加做回应。另外一方面，最近参与罢免活动，直直上媒体版面的联名发言人池小花，嘛引起真侪选民关注。安那伊的身份其实是一位音乐人。 亲身创作大罢免的歌，已经累积超过10万次观看。除了面前拍落阵，成为罢免团体带头者，池小花嘛用音乐要来反转国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